護腳鏡有兩樣嘢需要各位家長留意。第一樣，護腳鏡高啲嘅位置係着喺小朋友膝頭哥嘅外邊。而第二樣需要留意嘅就係護腳面深色嘅位置，就係着喺小朋友腳趾公嘅位置。首先將隻腳穿入去護腳面，而護腳面嘅入邊分別有兩個腳趾套，分別需要將第2同埋第4隻腳趾穿入去，而作用就係避免腳面同隻腳分離，有鞏固嘅作用。如果穿入去之後發現有太鬆或者太緊嘅情況，可以打開魔術貼，而調校返鬆緊，然之後將護腳鏡放上去，將上同下魔術貼黐埋，中間魔術貼則無需理會。而大部分嘅護甲都分別有藍色以及紅色兩面。假設我哋而家要着藍色，我哋就要記住呢6個藍色嘅圈圈。首先將護甲上面呢個窿穿入去小朋友個頭部，然之後叫小朋友夾住護甲嘅兩邊。然之後，我哋要將條繩分別穿入藍色嘅圈圈裏面。第一步，我哋需要將條繩穿入第一格，固定咗副護甲先。固定完之後，我哋要搭交叉將佢拉實，穿入第2格藍色嘅圈圈裏面。然之後第3格都係搭交叉將佢拉實，穿入去第3格嘅藍色圈圈裏面。最後將佢拉實，綁返一個蝴蝶結。